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21章。约沙法转去伊的列祖遐，甲伊的列祖安葬伫大卫城。伊的囝约兰煞接伊做王。约兰有几若个小弟，就是约沙法的囝阿撒利雅、亚歇、撒加利亚、阿撒列夫、米迦勒、示法提雅，因拢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囝。因的老爸用真侪金银宝贝甲犹大地坚固的城做礼物互因，毋过将国位交互约兰，因为伊是大囝。约兰一个起来治理伊老爸的国，就加强伊的统治，杀死伊所有的小弟，甲以色列几若个首领。约兰在位的时32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8年。伊行以色列诸王的路，所做甲亚哈家共款，因为伊娶亚哈的查某囝做某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。毋过，上主因为伊甲大卫所立的约，毋甘灭大卫的家。上主照伊的应允，永远赏赐一帕田互大卫甲伊的子孙。约兰做王的时，以东背叛犹大，脱离犹大的统治，设立因家己的王。约兰就带伊的军官甲所有战车过去，以东人甲因包围，暝时，约兰甲战车长起来反击。安尼，以东人背叛犹大，脱离犹大的统治到今仔日。像迄时，lib那嘛脱离约兰的统治，因为伊去杀上主伊列祖的上帝。伊搁伫犹大的山起山头坛，互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，互犹大人行偏路。先知以利亚写批互约兰讲：上主你的祖先大卫的上帝安尼讲，因为你无行犹大王你的老爸约沙法甲阿公亚撒的路，颠倒去行以色列诸王的路，搁互犹大甲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，亲像亚哈家的所做。你搁杀死你老爸的家遐个比你较好的小弟，所以上主要降大灾祸，拍你的人民，甲你的囝儿、你的某，以及你一切所有的。你的肠仔要犯着重病，哪来哪严重，治到对落来。上主激动非利士人甲瓦郡古实的阿拉伯人来攻打约兰，因就来攻击犹大，侵入国境，抢夺王宫内面所有的财物，甲伊的囝、伊的某，只有留煞尾囝亚哈谢一个。这个代志以后，上主拍约兰，互伊的肠仔犯着袂医治的病。安尼拖2年，伊的肠仔对落来，病重就死。伊的人民无起火纪念伊，无亲像以前为着伊的祖先所做。约兰在位的时32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共8年。伊离开世间，无人为着伊悲哀，人将伊安葬伫大卫城，毋过无甲列王同做伙。